誰為愛情的要觀察？我收粉為你典範紅霞，我獨對雲鏡莊嚴幾層錯愛，怎知道會平白遭責罵？哦，你仲話冇錯，你天哪了！汾陽王府壽宴那開，文武百官皆到項，南山齊牽手，70好年華，7至8世大團圓，兄弟姊妹盡成雙，對對拜堂前，編我成孤寡，冷嘲熱諷以挽來，我面紅耳赤難分辨，望我幾番翹手望，為時未見咁風化，你不去拜壽為何情？禮法論上你應跪下。哦，哀家以為你怒氣沖沖，所因何事喎？哼，原來為此區區小事。哎呀，這等失禮，你還說小事？如果你怪我失禮，咁就係你不知大禮啊！要華佗奉茗茶，
枕邊人，焉能為君神明？而馬上禮拜，季節要分明，豈有玉葉拜神下？今之玉葉拜神下，你是無禮虧野人嘛？千杯不配堂前奉明茶。你既是帝女尊榮，有神家，又為甚分家？假如不夫似何雅？你相戀我喜而怎下？我不是民間愛，我不說民間話。你任得我們變成我家，豈道理亂說緊牙，說甚君神？君神明法萬方下，你是我國忠實不過得如舉天仙也。揮戰懸殊，玉沒了。